香港科學園係我哋產品研發同埋限量調配嘅基地，我哋所有嘅產品都已經通過咗重金屬、微生物污染、甲醇、游離甲醛同埋雌激素嘅測試。雌激素測試係通過轉基因清漿魚嚟進行檢測。首先要將檢測嘅樣本稀釋喺清水入面，再將啱啱孵出嚟嘅清漿魚放入去，跟住就會放喺恆溫箱大概24小時。24小時之後就可以放喺顯微鏡下測試結果。當檢測到雌激素嘅時候，魚身就會發出唔同強度嘅綠色熒光，越光就代表雌激素含量越高啦。SAF 嘅產品全部都係選用有機認證嘅植物油，並由專業人員研發同調配。最後再加埋由保加利亞帶返嚟嘅珍貴白玫瑰精油，咁就完成。